隐姓埋名，是否也就不荒凉？剪不断的是过往，解不开的叫无常。谁将冤魂记在手掌？参见城主大人。那我开始做了。王胜拜见城主。城主大人想知道我晋升的秘密，这没问题。只是五大家的消息都很灵通，如果他们知道我将秘密告诉了城主大人，恐怕这五大家又会拿出当时追捕我时的劲头来对付无忧城了。不如举办一场公开拍卖，将我晋升的秘密拍卖给五大家，这样无忧城既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拍卖佣金，也降低了城主大人知道秘密的风险。一份不妥，拆成5份。拆成5份。好，拆成5份。另外还有件事情相求。讲。我希望可以自由出入内城。师傅，你们两个是来接我的？哎，蔷薇怎么没来？3天前他就出城了。他接单了？不知道呀。师傅，你没伤到哪儿吧？内城不让动手，能伤到哪儿啊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说的是外城杀手。他们，内城做保护伞，他们不敢动手。原来现在很安全呀。只要无忧城规矩还在，就不会有事的。对了，唐小姑娘，抱歉。没事。对了，上次拜托你做的东西。我这次来就是想把做好的几个先给您看看。这么快？由于工艺比较复杂，所以只先做出5短1长，一共6枚。辛苦了，唐小姑娘，以后还请。小心！危险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们竟然不顾无忧城的规矩！引爆了自己的元魂。死了，就这么死了。我还不知道他们2个叫什么名字。唐巧，抱紧我！加油！我在。准备，起！躺下！走！师傅，这打起来了！快跑！快跑！快跑！什么人敢在无忧城造次？哼，你还不配知道我是谁。暴雨梨花弩，我只造了2把，2年前玉哥哥将其中1把卖给了大家。
林城主，经查，此次刺杀是戴家人追杀王胜所致，戴家致外城2人死亡，1人重伤，26人轻伤。现已安排人全力救治受伤之人。关闭城门，将城内参与此次刺杀的戴家杀手全部扑杀，取消戴家此次拍卖资格，禁止一切戴家人进城。是。戴家，你不用太过担心。宋嫣，城主大人既然已经收治了阿七，定会全力救治他的。倒是你，以后要多加小心。王胜，不要再身处险境。我……哎，大小姐，这么多黑衣人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危险。我突然看到一个故人，他可能有危险。东西你好好收着吧，不用担心我。王胜，唉，大晚上的叫我看桃花。人呢？4重境，闭关后你果然变强了不少。废话真多。往哪里跑？拿命来！新来的，武幽城不许杀人。